如果找不到座位，在圣歌队的后面还有座位，圣歌队的后面还有座位。为爱
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手边上我的医治，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手边上我的医治，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这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是的，主耶稣为我们背负十架，我们担当一切过犯，我们要来赞美他。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手边上我的医治，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
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居。我敬拜，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现在主耶稣，耶稣是主。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复活的能。再听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万心要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坚定。让我们再次呼喊耶稣是主，现在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曙光在哪里？我们主耶稣已经战胜他了。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复活的能力。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万心要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坚的主。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超乎万民之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阿们吗？阿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欢庆我们的救赎主活过来了。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赞美我的救赎者活着。我们一起来拍手，一起来赞美他。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救赎者活着。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诺。更大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就将街头。我们一起来拍手，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诺。哈利路亚！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你，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更大的掌声。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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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一起看着上面的荧幕。单数节念台语，双数节念台语，单数节念华语。好，一台一华，好，安尼会使无？好，来对36节开始，请。迄两个门徒在讲这个代志的时，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对因讲：“愿恁平安。”华语。他们惊惶站立，以为见到了幽灵。38节，耶稣甲因讲：“恁是安怎不安？心内哪会摇疑？”39，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幽灵没有肉，没有骨。你们看，我是有的。40节，伊讲了，就将伊的脚甲手伸予因看。41，他们还不敢相信，却是惊喜交集。他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42，因摕一尾烘好的鱼给伊。43，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44，后来耶稣甲因讲：“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一定要应验。这话我要甲你做伙时，已经有甲恁讲啦。”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46，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就受苦难，第3日对世人中告我，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48，恁就是这代志的见证人。最后一节49，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以上。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次，我们也用掌声来感谢迦南圣歌队他们的献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复活节快乐！跟你旁边人说复活节快乐。台语安怎讲？过偌济快乐，甲隔壁讲过偌济快乐。English 呢 ？Happy Easter， 好，跟你旁边说 Happy Easter，Happy Easter。好，复活节为什么要快乐呢？好，因为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今天我们从进来这个礼拜堂这条路，有没有非常的讶异？好，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好，你可能从49号走出来的时候呢，哇，居然有人来欢迎我。好像在欢迎市长，还是在欢迎总统来？哇，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对不对？哇，太好了，心情有够好的。做礼拜还可以有人跟我 say hello， 还欢迎我，欢迎。但是呢，开始要进来33号上楼梯之后，有没有吓到？有没有突然觉得心情变很不好？有没有人想要上去跟他打架的？有没有？我看好像那个小朋友也要上去跟那个罗马士兵打架，好像但是不太敢，他太凶了。好，这个心情呢真的是大受影响。好，我是要来敬拜上帝的，怎么突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等你进来到2楼，进入到这个33号门口，有没有拿到一个钉子？啊，这是现代的钉子，那个钉下去会不会痛？确定？那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复活节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钉子？那么大一根，我们的钉子是这样子，好，但是当你在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什么感觉？刺痛的感觉。好，如果是耶稣的钉子的话，那个是要命的感觉，要你命的感觉。当你最后呢要进来礼拜堂，经过耶稣的洞穴坟墓，又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怎么觉得好像一切就消失了？感觉好像一切都没有了，到底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难道这么快乐的事情，或是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到这个坟墓就结束了吗？但是好，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好，这个坟墓里面的那个人是谁？现在还没有他的墓，他还没有在坟墓里面，已经没在内底啊，伊安怎？各挖好，所以跟你旁边说，耶稣各挖了，耶稣复活了 ，He is risen， 耶稣复活了，他从那阴间的权势当中、死亡权势当中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庆祝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他胜过一切的死亡权势。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复活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庆祝？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开始庆祝啊！好，所以我们今天9点，好，已经比较晚了。好，但是呢，以前在早期的教会传统都有那个朝阳礼拜，比太阳还要早，有没有参加过？有哈，有参加过。好，牧师在美国也有参加过朝阳礼拜。好，在拉斯维加斯。好，我去翻了一下照片，好是7年前的4月份啊，好早上5点58分，好，当然我们是参加美国人教会的朝阳礼拜，好，那因为我们是借这个美国人的教堂，好在那边下午做礼拜，哇，大家天还没有亮，好就自己他们美国人喜欢带那个凉椅，这个灯好像比较亮，好，然后呢就坐在那边开始礼拜，好，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好，其实呢就是他们的准备要建礼拜堂的一块地啊，好，在那边要建礼拜堂，所以在朝阳礼拜完之后呢，他们还会在那边做什么？你看得出来吗？排队在干嘛？守圣餐，好，他们圣餐不是发下去的，圣餐是一个一个来到台前来领圣餐。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为这块地来祷告，好，因为他们跟市政府买下了这块地，好，准备要在这上面来建一个新的教堂。好，那后来我看到这个照片呢，又回去上他们的网站呢，好，发现啊，这个是他们最新，好，这块地已经现在长成这样子。好，有没有看到下面的礼拜堂？
好，已经整地都整好了。好，之前7年前是这样，好，7年后呢，已经好开始看到礼拜堂，而且预计今年啊，好，今年就可以搬到这个礼拜堂当中来启用。所以复活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时候我们人生好像是在黑暗当中，有时候你的梦想好像是一片荒郊野外。有的时阵，你感觉人生不知要安怎样，但是国外耶稣，互咱人生带来希望。跟你旁边说，国外耶稣，互咱人生带来希望。国外耶稣，互咱人生带来希望。好，所以迦南教会今年几周年？60周年。好，有没有经历过荒郊野外？好，你们没有了。好，但是早期的人有没有？有啊，找不到做礼拜的地方啊。有没有经过黑暗暝？好，也有经过很多的困难。有没有遇过钱不够用的时候？好，那个陈牧师娘有没有遇过那个睡在牧师馆老醉的时阵？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复活节让我们看见盼望，看见耶稣他复活。复活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复活节的快乐是建立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好，请大家说一次：复活节的快乐是建立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会互相庆祝。好，下午要去爬山。好，虽然昨天晚上好风大雨大，好，这整个月都没有这么大的风和雨，好，偏偏就在复活节要爬山的前一天晚上，风雨这么大，好，但是有你同在就袂忧愁。好，但是呢，好，我们的复活节快乐是要记得是耶稣他为我们背负十字架。复活节证实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他成为义人的弥赛亚。复活节让我们看见，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够从死里复活。陈牧师的儿子可不可以？林长老的儿子可不可以？好，某好的儿子有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都不行。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成为那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复活代表耶稣他已经怎样胜过了死亡。而为什么他要胜过死亡呢？因为他要成为罪人的什么主？救赎主。耶稣要来救一切的罪人。复活也预告耶稣要从天再临，是世人的什么主？审判主。所以复活节快乐，够啊，这快乐 ，Happy Easter， 好，是要让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代表耶稣胜过死亡，也预告耶稣还要从天再来。历史上圣经当中第一个复活节，就是在将近2000年前。第一个复活节，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在这礼拜当中之前来呈现那个第一次的复活节，从来没有预演过，没有彩排过，也没有人经历过。那个第一个被侯沙那进来人，心情很开心，但是又看到那个耶稣被罗马兵丁鞭打，带着荆棘的冠冕，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心里面的震撼，还有那个害怕，也从来没有遇过的。但是呢，又看到耶稣把他埋在坟墓洞穴当中，心里面那个失望、那个落寞，真的是荡到世界上的最谷底。但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那个心里面的振奋，心里面的那个快乐，心里面那个充满的惊讶的心情，一直到今天一直在传讲，在见证。如果我们今天有参加共读，你会牧师有分享，你可以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知道全世界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雅。哪里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大家说一次，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全世界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在耶稣复活的第一天，礼拜天7日的头一日，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读了路加福音，特别把这个故事搬出来，就是有2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走11公里
去到以马忤斯啊。我们这边走11公里，可以走到哪里去？好，可以走到中立，好啊，走到平镇，好，如果往北走，就可以走到板桥，好，大概可以走到新庄，好，新庄，好，但是呢，这一段的路呢，这个要走这么长的路，耶稣却向2个门徒来显现。在显现的时候，耶稣，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看到，耶稣要做几件事情，他的重点，复活之后的耶稣，他很想知道，到底这些门徒是怎么信耶稣的。耶稣很想知道，这些跟着他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信他的。路加福音的24章19到21节，这2个人边走边谈，耶稣复活就加入在他们的行列当中，跟他做伙行，拿开讲，听他在讲，你在讲什么事情？你们在聊什么？然后这2个门徒就回答耶稣，还认不出来这是耶稣哦，以为他是陌生人，以为一起要去以马忤斯泡温泉，因为以马忤斯的名字就叫做温泉。说，哎呀，是那个拿撒勒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话做事都有力量。我们的祭司长和首领既然把他解去，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那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过了3天了。耶稣终于听到门徒心里面的话。过去有3年的时间，这2个门徒虽然不是12使徒，但是他们跟耶稣好歹也有半年、1年的以上的时间。但是他们所跟随、所相信的耶稣说，他是个先知，在上帝众人面前说话做事都有力量。你觉得耶稣是不是先知而已？不是，他是谁？上帝的儿子。好，刚才我们说复活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这2个门徒跟旁边的陌生人介绍耶稣说，他是一个先知，很伟大，很会讲道，而且很有能力。可是呢，后面说什么呢？21节，我们原来盼望耶稣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耶稣终于听到他们心里的话。什么话呢？他们原来期待的不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他们原来期待的是一个他们的国家的伟人，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不是蒋中正啊，好，他的名字就是弥赛亚。他们盼望是这一位。历史上从古至今，从耶稣之后到现在，每一个世代都在盼望不同的历史的伟人来拯救世界、改变世界。好，你认得几位？我看你大概最认得右下角那一位。好，但是呢，你扑克牌有没有玩过？上面那个老 K 是谁？查理曼大帝。他是查理曼大帝，他也曾经是这个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伟人。右上角那一位是谁？铁破链。拿破仑拿着破掉的轮子，铁破链拿破仑，也有很多人把他恭为哇，这是改变世界，上帝派来要拯救世界的。还有包括中间的这个罗马皇帝凯撒，或是希腊的皇帝叫做什么大？亚历山大。你有没有心中盼望的世界的这个救星伟人呢？有，我也曾经盼望这个人骑着脚踏车。能够进入到台北市当中，能够把这个城市改变得更好，然后把这个国家还给你，结果发现呢，比这个空坟墓的还要令人失望。至少耶稣还没有被抓去关，虽然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复活的耶稣终于听到门徒心里面的话，他期待的不是神的儿子，期待是一个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所以耶稣立刻来纠正、唤醒门徒。怎么唤醒呢？后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好，到这边谢谢。耶稣马上纠正那2个门徒，你们还在期待谁呢？你们还在期待哪个王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来救你们呢？不用再等待、再期待了。
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迟钝就是凶努钝，太慢了。你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啊？你们要相信的是谁呢？我们相信的是耶稣。我们今天大概有400多个人在这边做礼拜的时候，400多个人对你心中的耶稣长相有没有一样？大概每个人期待耶稣不一样。有的期待耶稣呢是骑着白马，有的期待耶稣是骑着驴子，有的期待耶稣呢是骑着重机来的，有的期待耶稣是开着战斗机来。每一个人对耶稣的期待拢无拄拄同款。但是耶稣讲，无知的人啊，恁的心伤目光啊，信心迟钝啊。耶稣要我们的信心要在哪里呢？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是耶稣长这样、长那样、比这样、穿这样，不是。你要相信的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这个答案里面。耶稣说，你要相信的耶稣是绿色的。我们来念。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什么是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呢？下一节，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你要认识的耶稣，不是去哪一个礼拜堂，不是去哪一个教会，不是去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圣地，或是耶路撒冷才认识耶稣。你要认识的耶稣在哪里？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从摩西还有众先知所说的一切关于耶稣的话，这才是我们要认识的耶稣。跟你旁边说，认识耶稣在圣经里面，认识耶稣。换我们阿嘎佩的小朋友说一次，认识耶稣在哪里？好，大声一点。好，很棒！我们先拍手来欢迎我们的阿嘎佩的小朋友们啊！好，今天和我们一起在这边做礼拜啊，因为牧师有去6楼参加过，他们要坐在那边啊，很困难，好，坐着不动很难，好，但是牧师知道你们今天真的非常的棒，好，都做到现在，好，都做得非常的好，好，所以牧师给你们拍拍手，好，谢谢你们很认真的参与敬拜啊！等一下你们唱歌的时候要唱大声一点。拍手会更大声。认识耶稣在圣经里面，不是在教会，不是在别人，不是在网络，不是在某某某的身上。你怎么认识耶稣？你要怎么去明白这位耶稣？你是自己看圣经，自己凭圣经听摩西先知的话，还是都是从别人听到得来的呢？耶稣背的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很特别，好，我们下午就要去排一个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的里面呢，是每一个在圣经当中指着耶稣是阿多麦，好，是主，好，是 God， 是神，是我，是 I am， 是雅卫，好，是生命的粮，好，是这个神的儿子，是人的儿子，好，是以马内利。你认识的耶稣有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样态，而通通都记在圣经的当中。复活的耶稣要我们认识他，不是复活之后长得穿的，或是他变成什么样的样子，而是早在圣经当中，耶稣就已经被圣经所揭露出来。最后复活的耶稣必开启门徒读经的心窍。45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耶稣开人的心窍是要做什么用的？再想一想，好，耶稣开每个人心窍是要做什么用的？是要明白明天到底要买股票还是要卖股票，还是要明白说台湾的经济好，到底是要买黄金还是要买美金？好，你要压在台湾还是要压在中国？耶稣开门徒的心窍，是要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4个字，请大家说一次：明白圣经。耶稣开咱的心窍。是互咱读圣经的时阵，袂读到拄久，袂互咱读圣经读到困去，
搁伫遐咧讲。耶稣开咱的心，想咱读圣经是安怎？越读经神越好，越读你越怎样？忘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越读圣经，越不晓得你明天会发生的事情，都不用担心。你只 care 这个圣经里面上帝所要说的话，这叫做耶稣开我们的心窍。阿们。如果你曾经读圣经读到废寝忘食，如果你曾经读圣经读到忘记忧虑、忘记吃饭、忘记要担心害怕，那就是耶稣怎么样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刚才看到历史的第一个复活节，今天你算出来是第几个复活节吗？几个？第几次的复活节？2025。对哈，牧师大概算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呢，从耶稣如果你去查一下维基百科，我在神学院老师也是这样教。耶稣，因为我们本来是西元元年，是耶稣复活诞生那一年，但是呢，后来历史推算呢，差了5年。所以大概是西元前5年是耶稣诞生那一年，所以到现在2025加5就是几年？2030。但是耶稣活了几岁？33岁半。所以你要再扣掉33。所以今年呢，大概啦，是第1997次的复活节。大概再过几年就是耶稣第2000次的复活节。但是不管是1997或是2000，这么多次的每一年的复活节当中，产生几个见证人？无数个见证人。但是这个无数叫做未知数，叫做什么？ n。n。但是你要在 n 再怎样加1。今天，请问今天的复活节会多几个见证人 ？n 加1。你今天要成为见证人，请举手。好，感谢主。好，可能有的听不懂，好，没关系。好，每一个人都要举手。好，每个人都要举手。你要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好，跟你旁边说，你要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今天牧师把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复活的事，还有我们教会的青年，协助把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难到复活的这个场景呈现给大家去体验，就是你也是见证人，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是 N+1 的见证人。明白圣经之后，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要怎么做呢？好，4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什么呢？从上面来的能力。你要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请举手。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多了快要400个见证人，但是你要成为见证人，要领受什么？上面来的能力。上面3楼还是4楼还是10楼？好。上面有各种的不同的 power， 这栋大楼很神奇。上面有耶和华见证人，再上去还有庙，再上去，但是呢，这个上面不是这栋大楼上面，是天上，是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个天上，从上头来的能力，让你能够去与人来分享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复活的见证不是去强迫或是去硬逼着拿着刀子逼别人来接受，而是因为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如何去与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年是迦南60周年，我们有一个口号印在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迦南60宣教路，薪火相传主领路。好，再念一次：迦南60宣教路，薪火相传主领路。好，这条路呢，不是一个去度假的路，迦南60周年也不是去一条退休的路，迦南60周年是一条什么路？
宣教的路。你有没有去宣教？去哪里宣教？德国环岛。好，你去菜市场可不可以宣教？可以啊。好，你去你们的社区的里民活动中心可不可以宣教？你来参加我们周间的据点可不可以宣教？你去上学可不可以宣教？60周年，好，从领受上面来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走这条宣教路。所以在这样的60周年，好，我们已经有大概在我们和会手册当中有14样到16样的庆祝活动啊，好，庆祝60周年。好，那现在办完的呢，好，最困难的，我觉得最困难，好，就是去那个德国，好，那个要飞1万多英里啊，好，然后呢还要花很多的钱，好，但是第一梯次已经完成回来，好，我们也期待有第2梯次的勇士呢，也能够去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路线，去回想500年前比今天还要困难的年代。他们怎么样把圣经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开马丁路德心窍，一卷的罗马书，一本的圣经，居然改变了那个时代的日耳曼德国，甚至改变了1000年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还有那个500年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因为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或是你也可以参加在迦南教会好60周年，还有环岛，还有2梯次啊。好，6月的现在已经额满，9月的还有大概10几个名额。你也可以透过看看160年前马雅各如何搭船从英国来到高雄打狗。好，昨天如果你有参加秀兰姐的告别式，你会听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400年前，荷兰人就已经在1624年的8月1号登岸台湾，叫做傣湾，大园傣湾的之前呢，他就跟上帝祷告了。60周年宣教路是看看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也看看早期上帝所派来的使者，在这一条在台湾所宣教的路，还有昨天的桌球比赛。也是在60周年的活动当中，好，要能够在8月份，好，能够有更多好的这个透过桌球，好，能够接触到更多热爱桌球，好，但是还没有听见耶稣复活的弟兄和姐妹，包括今天去春天农场，好这个因为好这个气象报告呢预测，好，下午的下雨几率，好，是5%，一点是5%，然后呢，好，越晚的话下雨几率越高，好，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一点，好，能够早点把空拍完成，好，那我们就领了面包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放轻，好，松一口气啊，好，松一口气，好，但是呢，好，我们不会延期了，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好，我们下午春天农场见，下午春天。好，但是没有报名的呢，自己买门票，好，有报名的呢，好，教会帮你买门票。好，那在这条60周年的活动当中呢，好，我们要期待看见的，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啊。好，所以复活节到了，每一年的复活节，好，今年不论是1997次，好，我们都要分享耶稣复活的喜悦。怎么分享呢？路加福音，好，真的是为我们而写的。好，有4个动作，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动作在第15节，好，24章的15节，我们一起来读：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的动作，他自己走到2个门徒的当中，陪这2个门徒一起走路。好，下午我们也有机会走路，好，走到虎头山，走到春天农场，走到环保公园，好，或是你要走去别的地方去 shopping， 好，去吃饭。但是呢，好，复活的耶稣乐意亲自走进人们，与人同行。第二个，好，耶稣怎么样？好，我们念第30节，坐下来和他们用餐。这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做的事情。Walk with them, on table with them， 和这些人坐下来一起用餐。所以再来这个礼拜6，我们有春丽嘎挂，好，福音茶会。好，感谢主，现在有80几个人报名。好，里面呢新朋友 best 好就有60几个。
我们要怎么样陪他们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用下午茶？怎么样能够坐在他们身边，透过我们有5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能够让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这些见证人的分享，也让他们能够听见和明白了。36节，耶稣还怎么样？亲自站在他们当中，亲自在他们当中。这些门徒是在耶路撒冷的礼拜天的晚上，非常的害怕，门窗关得紧紧的，因为很怕跟耶稣一样被抓去关，很怕外面有人敲门，所以根本人都进不来，门窗都封紧。可是呢，耶稣居然复活了，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复活之后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愿你们平安，万令平安。Peace be with you。上帝好，耶稣复活，愿他们得到平安，他们才真的心中那个害怕才拿掉。所以成为见证人，就是把平安带给别人。还有第4个看到45节，我们刚才念过，再念一次：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今年我们有60位洗礼，60位小组长。我们5月份很快就要有今年第3次的圣礼典。每一个愿意接受洗礼，这些慕道友、新朋友 ，best， 其实都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有耶稣帮助他们，能够开他们的心窍，能够参加 A1 的课程，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认识这位耶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礼拜的小组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可以来思考。复活的耶稣为什么不在教会教导门徒，而是在路上教导呢？我真的觉得耶稣很喜欢在路上教导。因为去了德国之后，去了环岛之后，你在教会里面教的东西，跟去在外面教的分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在路上的基督徒呢？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成为在路上的基督徒。陪他一起走，陪他一起走人生的路，来教导他。而耶稣的2个门徒迷糊了，眼睛迷糊了，把酒勾掉啊，看不出来耶稣。但是耶稣一个动作，让他们立刻就认出来。什么动作？耶稣拨饼的时候，拿起饼来拨开注谢的时候，注谢拨开的时候，这2个门徒马上就认出耶稣。所以分享是耶稣复活的记号。你是否在复活节愿意来分享？拿起你的饼来。今天你下午如果有报名，你会拿到一个很大的面包，这个面包很贵哦，很贵哦。你是否愿意把它剥开来分享呢？而我们要如何打开心窍，才能够明白圣经呢？最后我们要祷告3件事情，求主耶稣走进我们的心，走入世人的心，与我们同行，与世人同行。求主耶稣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舍己，也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愿意舍己。也求圣灵赏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复活来做见证。等一下，今天礼拜结束之后，你会拿到一颗复活蛋，那颗蛋已经死了啦，不会复活啊。但是那个蛋呢，是象征耶稣的复活和生命。你还会拿到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已经发芽了，是有生命力的。那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就是稻米的种子。稻米的种子，每个人都会拿到1小颗。如果你没有办法拿1小颗，就拿1点也没关系。那颗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期待你拿到那颗种子的时候，把你的心里面的祷告，跟这个种子一起种在楼下的土里面。你走下去的时候，会有准备2盆的土，把你心里面的那个愿望、盼望，跟着这个种子，希望把它种下去，让这个种子发芽的种子，希望的种子，也是一个复活的种子。或许是一场的疾病，或许是一个人生的困难，或许是人生的低谷，但是复活的耶稣，我们经历了旷野，耶稣必定要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
小朋友可以预备上台。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日是耶稣过我的日，阮伫遮来看圣经，庆祝纪念少年耶稣的过我。阮也知影耶稣的过我，带予世间人有盼望，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是弥赛亚，是救世的主，也救赎阮罪人，互阮脱离一切的罪恶。主啊，阮也感谢你，因为过我耶稣，伊要对天过来，要带予阮盼望，带予阮永远的平安。愿主耶稣，你过我的好消息，阮拢会当来甲人分享。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每一条的路上都能够与人来分享福音和好消息。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坐着来唱这首圣诗。小朋友动作大一点。耶稣不免搁受苦，哈利路亚。华语，基督舍身救灵魂，哈利路亚。我们信靠不沉沦，哈利路，很棒，非常的好。救主打破地狱门，哈利路亚，开启了源自救恩，哈利路亚。最后一节，耶稣为手开活路，哈利路亚。救主牵到我水步，哈利路亚。同死同活同升天，哈利路亚。荣耀尊贵到永远，哈利路亚。开场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要来准备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
慈悲、怜悯、满有稳定的主，感谢你的疼，为着要救赎赎罪的阮，你降卑真侪人受苦受辱，做尾受难。第三日国活，显明了上帝的荣耀。即个活的大能，真做阮搁较坚固的确信，立定心意。阮要来行即条十字架的道路，全然仰望，专注来军队，掠基督的心最深，活出主的疼，到遍地传福音，为主做水搁好的见证。即时，阮要诚心奉献主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正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甘乐。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来报告以前，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咱先来欢迎今仔新来的朋友好啊，来，首先咱来看第一位肖坤英姐妹是吧？来，咱那边来欢迎欢迎你，伊是这个邱子涵姐妹介绍的邱子涵姐妹介绍。来，第二位王银珍姐妹，来伫遮来，咱来欢迎你。伊是吴丽玲姐妹介绍的，请坐。来，咱来看第三位是江佩莹姐妹，来伫遮。伊是陈秀蕊姐妹介绍的陈秀蕊姐妹。咱唔知个了，今仔第一届来的无？咱无介绍到。康姐女儿。谁？康姐查某囝。康姐查囝，来，咱徛起来，咱来欢迎一下好无？甲伊的囝婿。甲伊囝仔来，我们欢迎他是。从南非回来。是南非来。搁有第一边来。来，咱什么名？咱来你来讲一下来，他什么名字？陈秀鸾。来，咱来欢迎一下咱欢迎。好，请坐好来，咱即马所在，咱来报告咱的消息来，咱今仔日咱即个叫做因为要办60周年的即个登山活动所以咱中昼无爱餐。也就是讲，你较停咱礼拜煞了，咱家己去自理啦家己去食饭食。我纯粹报告啦食了，咱12点半到1点20，咱伫即个春天农场咱伫遐报道12点半到1点20，咱伫遐报道咱家己去，变哪去？你家己会当招伴坐客人车，还是坐公车105号，公车坐105号。也是讲你骑脚踏车、骑奥多摆，拢会使。搁有一个更较好的，就是迄个树峦执事伊要招大家11点40伫教会门口，伊要带队用行去。先行一个。你若算有兴趣的你肯先去食饭食好体力11点40伫教会门口树峦老师嘛伊要带队要带大家。拿棕树枝，伊要用行所以讲咱有作用。你若要坐公车坐公车就105，105敢若伫咱头前尔伫咱头前迄个边尔105你就坐到迄个桃花源，坐到桃花源吗？不是，坐到。唔是，我想坐伫咱通林百货遮尔105号公车咱这是咱的部分咱就是讲12点半到1点20，你超过1点20咱就无受理报名1点20以前一定要到现场因为咱要拍迄个空拍所以讲你一定要1点20，咱搁一届提醒咱确定就无爱参，咱确定即个场所用的，咱大家就肯去食饭你若有报名要参加就肯去食饭你若有邀请朋友的，你肯敲电话以后毋好确定无来爱来带因来好，搁刷你来。
好，咱今仔日为今仔开始牧师的讲读咱搁进入雅歌书不是今日，搁两天。搁两天拜三好，本周开始拜三开始进入雅歌书咱若有咱就当来看来收听。好来，过来。咱后礼拜有社区医疗社区医疗咱伫1楼咱有即个志工咱的兄弟姊妹咱邀请朋友来参与来。好，咱的今年的志工训练。伫4月27點半到3點半1點半到3點半伫咱即個所在，伊個題目災難沒有你想的這麼嚴咱就請着講師來講，咱志工當然想講志工咱若所有兄弟姊妹，你若願意，你要來聽攏會使伫即個場所來好，我來協會協會理事會我哋後禮拜主日3點半伫401教室來召開李幹事要注意李幹事好來好春麗甲我即個活動就是後禮拜拜六咱頭仔牧師有講有差不多80個報名你有邀請你 best 邀請你的朋友參加人，你會記得提醒拜六1點45分入場2點開始這福音茶會1點45入場2點開始。這個是咱這個福音茶會咱有參加有報名的兄弟姊妹，咱來第一這個書來。德國宗教改革之旅牧師因這團去轉來講袂歹啦所以要安排伫5月初四5月初四下晡1點半要伫401教室一個分享會你會當去聽你聽你若感覺講我有這條錢我閣時間會使我身體閣 OK。安尼你可能咱報名第3梯次因為咱第2梯次已經取消第2梯次取消，咱報名9月梯次迄梯次咱邀請大家來參加咱會當來聽這個分享會分享會你若聽了有感覺 OK 你就可以再報名了來，咱登山活動這個他都有報名過咱1點20閣再提醒1點20。一定要到春天農場來報道這個企業報道的所在你去報道，你就當領到這個物件兌換券60周年的毛巾閣這個大麵包愛伫迄個活動結束了才來領大麵包愛伫結束了，所以你若先走你就麵包就領袂到你若無這個活動結束，你就走，你就領袂到迄個麵包，你敢當領到毛巾甲迄個兌換券爾好來。好，咱即馬因為咱60周年的紀念刊內底咱有邀稿啦咱有邀稿有一寡兄弟姊妹有小組因交相片因交文章所以講佇這個所在咱要來鼓勵一下咱就請牧師伊了閣有頒發長額的桌球比賽得獎的咱來請牧師來處理來。好，大家平安那我們今天要來頒獎，那我們第一個要來頒獎60週年，我們在前陣子有做一個特刊的徵稿活動，那我們要頒發2個獎項，第一個是投稿最多的小組獎，我們請復興小組好上台代表領獎，然後待會呢，我們還有一些參與投稿的，然後我們有最佳，請在這邊，就是我們有就是最佳貢獻獎，等一下我念到名字的，請一起上台。詹宜芳、林婕妤、周承漢、田處瑜、蔡龍輝、鄭麗珠、李順正、許嘉麗、陳瓊黛、吳敏娟、李芬霞、陳運興，請一起上台幫我這個頒獎樂器。好，那我們這個獎項呢，邀請牧師來頒。那我們先頒發的是這個。好，最多投稿最多的是什麼小組？大聲一點。復興小組。有沒有人幫我拍照一下？好，復興小組有在場的請站起來。復興小組，好，有在場的都在台上。好，謝謝你們的投稿。好，然後來頒發這個有投稿的弟兄姐妹，這是60週年的鑰匙圈。好，他們有投稿他們的相片，可能是家族照、活動照片，或是文章的。對，這邊都一起做頒獎。頒發一個60週年的紀念的小禮品。好，恭喜！好，我們再次拍掌，恭喜他們！謝謝，來一個大合照。好，請回座。好，謝謝。好，還有接下來呢，我們要頒發昨天的桌球比賽。昨天呢有桌球比賽，總共有54名的選手參加比賽。那我們要頒發的是其中的男單、女單，
那个幼儿组跟那个双打的冠亚军，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念到名字的也请上台来。好，男子单打第1名吴乔英，第2名黄家平，请来这边，对，拍掌。好，女子单打第1名张佩君，第2名林美兰，对。再来是双打组的第1名是林承恩跟张佩君，第2名是林美兰跟杨阿玉。再来是儿童组的第1名是黄子婷，第2名是林玉成。对，好，请用男单的1-2，女单1-2，然后，对，双打1-2。对，好，来颁，那我们这个奖项也请牧师来帮我们颁发。好，先来颁发这个第2名哦。对，第2名。第2名的，对，你第2名。第2名。奖金800块，你是第1名。第2名。双打的第2名，恭喜。单打的第2名，好。对，长得跟嘉平很像。好，来再颁发第1名。然后再来颁发第1名，好，奖金是1000块，好。哦。来，你是第1名吗？哇，好厉害呀！第1名，好，双打的，好，带领，好，单打的第1名，好，还有一个单打的第2名，哦，好，那我们拍张大合照。等一下记得要去要签领据哦。OK， 不可以红包拿就跑掉，好，不然我们会去追着你。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们，恭喜他们，也谢谢牧师来齐回。好，我们迦南教会多了很多的这个桌球的好手啊。好，那希望我们迦南教会的这个球技越来越好，传福音的动力也越来越好。阿门。阿门。来这60周年纪念刊哦，纪念特刊来，咱伫这个所在过来呼吁一下咧。我问一下啦吼，兄弟姊妹，你交专家户的相片的人举手？全家福的照片已经交的很少吼。咱牧师有计划讲要把咱全家福的照片放在周刊里面啊，所以讲咱大家当较紧翕好无？咱已经讲足久的啊吼，你全家福的照片，你把它拍了，看你要用哪一张，你用电子档还是纸本拢无要紧哦。咱交予咱的张义主任，吼，交予张义主任，你若有交，咱到时咱即个小组会带你将你的相片系统咱的纪念册，哦，你这是一个做有意义的啦吼，你伫即个迄个10年了后、20年了后、30年了后，你来看，咱的全家可能的相片嘛有变动，你的外相嘛有变动吼，所以讲。很有意义啊！我们已经讲很久了啊，你就尽量啊。然后刚才看到各个小组看到人家领那个礼物哈，恁的小组嘛要了运动一下哈。好，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因为足侪人拢无够的吼，足侪小组拢无够啊，所以讲会造成阮编辑小组足困扰的吼。当然相片真多，我唔知要翕什么。教会收集的照片太多了，但是如果你有自己提供，那我们知道说那是一个很精华，是你很想放进去的，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那个纪念册里面。好，咱大家个第一届代志好，咱60周年纪念编辑小组较好运作一下哈。好来，咱最后咱来看一下，咱来读一下咱的金句哈，本周的金句，咱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来，做伙来，咱为台语先来。耶稣就开因的心跳，互因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章45节，咱来读华语的。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路加福音24章45节。好，上。好，让我们一起再次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已经复活的救赎者。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开口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拍手。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
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弟，今日是过活节，耶稣已经过活。愿复活主耶稣的大能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从上头来的能力，使你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还有2分钟才11点，所以时间充裕。好，那这边的门、这边门都可以出去。记得拿一颗希望复活的种子撒在土里面。好，愿神祝福大家。Amen。